勢先。咁啊，李鴻斌上前嘅時候想做進攻，咁但係咧張家朗咧就靠住自己手長啊，咁做一個點刺嘅動作，咁嚟到4-3。咁團體咧一節咧就打5分嘅啫，咁樣打唔夠5分嘅話咧，就會將個分數咧類推到下一節啦，咁啊打10分，咁啊第三節又打15分，如此類推。我見到家朗都比較少可喺咁早比賽嘅段落裏面已經發放啲情緒出嚟。係啊，可能攞唔到個人金牌，有少少谷住道氣。都係我嗰日記得我訪問佢嘅時候嘅話，喂，其實真係喺見到佢4強咧，即係可能初一知道自己可能落敗嘅時候嗰個情緒嘅話，我問佢話：你都比較少可有呢一種嘅情緒展現出嚟啦。係啊，都即係可能對於自己嘅表現有啲唔妥啦。係啊，呢個都少有啦，即係可能主場又真係好想贏咧，咁啊再加埋個裁判嗰個尺度，佢自己訪問嘅時候都有講話自己有啲唔適應，咁啊唔緊要啦，咁啊見到佢今日咁好嘅氣勢咧，應該調整咗過嚟啦。係啦，嗱咁啊睇翻咧今場比賽咧就有用咗咧係吳樂雲咧去到上陣賽事㗎，咁啊吳樂雲咧亦都係不負所託，喺完成佢自己係2場嘅比賽之後咧，就為香港隊咧係領先35-28咧，到翻咧就家朗呢個時間咧係上陣咧對住沈偉平嘅比賽啊。係啊，張家朗上陣嘅時候咧，本來咧就應該係35-28啦，咁啊一度咧俾對手追近到得翻3分嘅距離，咁啊之後稍微調整一下，咁啊拉翻開個比分，呢點咧張家朗一個反還擊3-1。黃光好叻啊！其實咧喺鏡頭嘅背面咧，後面坐滿晒所有好多觀眾啊，咁喺另一個角度睇到咧，好多觀眾喺度